人讲做小先有文才，做小当有身材，做小天啊变魁海，按下家己棍啊唔惊人抬。杨丽花演歌仔戏，演什么像什么，演出李娃瓦太祖的缓中华非常逗趣，演韩信被处死，观众跟着流泪不舍。演出了唐伯虎点秋香，展现唐伯虎风流倜傥的性格。大家也看到杨丽花不只是守护传统，更着重创新。1994年，新洛神请来当时香港明星冯宝宝担纲女主角，时常请艺人客串演出，让观众保持新鲜感。杨丽花是第一位将歌仔戏带进国家戏剧院的表演者。1991年演出《吕布与貂蝉》，2012年在小巨蛋公演《薛丁山与樊梨花》，2019年忠孝节义，运用电脑后制技术拍出奇象的场景。而今年嘉庆君游台湾，杨丽花担任艺术总监，与年轻动画师合作，加入漫画图像。杨丽花一直以来跟着时代进步，运用最新科技，杨丽花歌仔戏始终保持创新。你心生恋动亲情哦，朝廷批示我自担心。皇家当殿加功名哦，无非的就是金无量。顺治皇帝君临天下，风流倜傥，这是一般观众最熟悉的杨丽花小生扮相。一条天子一条神，万里江山万里名，文官一笔安天下，武将铁刀。建太爷兵，文官报文进啊！变化唱腔，走路姿态，这是杨丽花所诠释的花脸包青天。哎呀，光阴的林了嘛。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，终于等到薛平贵。千帆过尽，仍心系一人。一段平贵回窑，传唱出爱情的坚贞与不朽。但您知道吗？他也曾经扮作旦角上台演出。金蕉皮搁樱桃脆，柳叶麦是两边水，两蕊目睭搁乌蕊蕊，予人愈看是愈高追。行着路来又娇又搁真高扭，真像一个是大姑娘。这段在万花楼中的戏中戏，主角狄青为了潜入敌营，扮成女装。哎呦！你们创啥？哎！水姑娘，你唔免惊啦，你也是这个山寨的二大王啦，叫做朱野菜啦，你绝对免惊。乖乖到这个所在，混恁啊做阿姐夫人啊！褪去小生原有的胆识与气魄，杨丽花拿着手绢娇羞胆怯。李大王，我惊，我惊。一声应高才，无声唔免来，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嗓子啊，然后你一定要会唱，才能演歌仔戏。演什么像什么，这就是真的是。这所以你说怎么去揣摩？所以说他本身与生俱来的一种天分，应该就是这样讲了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他可以演，他也可以演傻傻的，也可以演很可爱的，那也可以演很杀气的，然后也可以演很潇洒的，所以太多元化了。讲耶诞节嘛，特别讲就讲团长一个迄个logo声，就是一个小可唔对，你就决定来。是啊。那会安尼遮尔啊要求，遮尔啊定真，想讲一定要做好。咱爱保留嘛。因为拢难免
歌戏爱有迄个骨，啊，创新的物件是另外创新，吸引少年的观众。啊，但是伊的根据讲歌仔戏就是歌为主，要唱，吼，啊要有身段，吼，啊不能太离谱啊，太创新的，怕观众也不能接受。啊，所以咱就安尼有新有旧，毋再吸引观众的心态。今仔日看，明仔载无看，袂使。啊，明仔载因若个无啥爱看，啊，这就是落伍咯。咱爱有这种心态嘛。推广戏曲作品的迷人百态，杨丽花挑选演员从不设限。以为做错付出分，伊却倒来又温温，心地善良又心困，相貌堂堂。伊笑得好，笑得好啊！就是进前录神啦，吼，咱做囡仔时阵，较早嘛捌到，迄个时阵那就遐尔啊侪创新，譬如讲找迄冯宝宝嘛，或是前辈，哦，团长那真尔有创意，大家拢有新的想法，甲新的即个要甲别人传统无共款的所在。是因为吼会叫冯宝宝来演，毋是讲我。去演柯秀妮，真侪人误会讲，那要叫柯秀妮来演，那要叫，但是咱爱小变化者。啊，冯宝宝伊是以前是越剧，伊有学粤语，伊越剧也有学，伊身段真水，警察袂晓讲台语，啊台语咱用个配音嘛，啊你无看伊甲咱演起来，另外一种创新，较无共的方式，这嘛会晓混合啊。什么放出来看，大家都讲啊，冯宝宝那遮好演，有影一种的创新。我咧做创新呢，应该恁拢会了解，毋是讲乌白传的，乌白传的咱袂晓啦。歌艺其实有一个根底，一个基骨。对啊，对啊。除了邀请港星冯宝宝演出《洛神一角》，金马影帝陈松勇也曾经出现在杨丽花歌仔戏中。恁所讲句，你家的态度行啊！你若搞坏，你别接下，给他都敢斩，扩大来。杨丽花小姐呢又很突破，就是希望邀请一些连续剧的演员。那她也非常热爱歌仔戏，她也非常喜欢台湾文化。然后当然是冲着杨阿姨的面子像陈松勇先生、龙少华先生，广纳各路好手客串演出，教戏带戏，甚至想法大胆。在歌仔戏《君臣情深》中，邀请8点档连续剧中的男演员来反串，龙少华、许杰辉、陆一龙等参与演出，让摄影棚热闹非凡。里面穿的肚兜是最难受的，像这种冷天气穿的。小时候呢，我就有跟阿嬷讲说，阿嬷，以后有一天长大我要跟杨丽花搬歌戏你看。可惜呢，阿嬷已经回去了。那回去，我觉得她现在已经在天上看到这一幕，她一定很高兴。不论是装傻扮丑、将相君侯，一路走来，杨丽花和歌仔戏共存共荣，相互辉映。她是一代人的时代记忆，也将是永远的歌仔戏皇帝。所以咧，我希望讲，在咱台湾，这个歌戏袂用的无的，这个歌戏正讲是咱的传统，忠孝节义没有，我们的教育就没有了。我若会当活到80岁，我也是要演到80岁。